做伙来讲读上帝话，旧约箴言，旧约箴言23章第7节，箴言23章第7节，现着我来读，因为因的心安尼想，因做人也安尼，搁一摆，因为因的心安尼想，伊做人也安尼。这是请田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健康自我形象，健康自我形象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要听到百倍上帝，阮感谢你伫寒冷的天气中间来照顾阮平安健康。这时阵，阮也感谢伫主里，阮都会当来敬拜你。求主你保守阮，因为今仔日也是阮旧年的最后一个主日。阮为着今年所经过事日，献上阮的感谢，也为着来一年阮所要行的路站，恳求主你保守、带领阮所行的当下伫主你的心意。那阮要领受主你的话语，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也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甲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今仔日也是阮的好会，阮伫这所在要为着阮过去一年。阮来检讨、来报告，也为着来一年的计划，互所有的会友知影，会当来参与，求主你看顾甲带领，安尼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旧年的最后一个礼拜，也咱伫主的面前来礼拜，也献上咱的感谢，因为这年中间，主带领咱，不管咱伫这中间有如意不如意，有缘，互咱当平安到今仔日。咱就献上咱的感谢。当咱伫今年咱开始的时阵，咱讲到一个主毋望咱每一人拢有一个丰盛的性命。当要安怎有丰盛的性命？咱伫即个1月16的时阵，咱有讲一个题目叫做期待咱的梦想会当实现。伫迄个所在时阵，讲咱迄个梦想呢，其实毋是咱毋望咱家己咧想的，咱会当甲主的即个伊的即个伊的心意三个结连做伙的时阵，安尼的时阵，即个期待甲梦想就一定伫遐要实现，因为这是主所伫遐祝福的。所以咱对即个学习中间讲，上帝要互咱的即种梦想呢，是爱非常清楚佮正面的。然后咱就用上帝眼光来看看家己，因为上帝眼光看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愿意由上帝来使用，咱也袂互咱过去的失败伫迄所在来拍倒。咱也袂伫咧随便伫遐来放弃，然后咱搁着爱常常倚靠着主的恩惠，就是倚靠主的即个帮赞。所以毋望咱伫新的年开始的时阵，咱拢会当大胆伫遐来期待上帝互咱的即个梦想呢，咱会当实现。因为上帝已经祝福伫即个顶面。可能咱对梦想即两字，咱会感觉讲，这实在是无实在的物件，叫做梦想。无其实即个英文叫做 dream。dream 伫即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还未实现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叫做是你的 dream。你若无一个对未来有即个期待的时阵，你就无可能去为着即个努力，你就无可能为着即个伫迄个所在来拍拼，所以自然就袂伫遐来实现。所以咱一定要对未来代志，咱有一种期待，有一种梦想伫个时阵，若搁下伫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咱就更加会当伫遐来实现，因为是属伫上帝即个祝福伫咧。所以今仔日咱进入第2讲的时阵，咱要讲咱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阵，咱才会当有过着即个丰盛的生命。咱的期待，咱的梦想，若要实现的时阵，咱拢爱下伫上帝心意。那呢，咱先下上帝心意，咱就拢 OK 啊。咱拢免啥努力啊，所以伫遮要问咱讲，伫即中间有咱爱尽的即个责任无？咱爱安怎努力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伫咱人的部分，有啥物咧决定咱的未来无？是咱的外表，是咱的即个环境，是咱的即种成就，还是我有拥有啥物物件？我相信遮拢非常的重要伫咧。但是更较关键、上较重要到底是啥物？圣经中间对咱的教示是啥物？咱来看今仔日圣经节，甲咱讲的是这台语版，咱做来读来。因为伊的心安尼想，伊做人也安尼。华语版咱时代来看来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个箴言是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，
伊甲咱讲起讲，咱影响到咱的为人，咱的做人是安那，是因为咱的心。咱的心安怎想，咱人就会安尼做。所以，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内底迄个我，迄个自我，这自我到底是安怎？所以你若有当一个自我，这个形象的神，就是讲，这个自我形象，伊要来决定着咱的这个一生的人。一个人伊安怎来看伊家己的时阵，就会大大影响伊以后的可能的这个成就。毋是讲伊安怎想就一定会诚做安尼，但是一定会影响。因为咱真侪人拢虽然是小学的时阵讲你的志愿是啥物，我拢讲足大的做总统做啥物遐，但是你敢会变总统啊？无一定会。但是你若有迄个梦、迄个期待啊，甲迄个将你的想法伫咧时，你就会伫迄个所在来努力伫咧。所以你安怎看你家己的时，会大大来影响着你。你到底是一个坚强的人无？还是一个真积极、真正面的人？还是有人讲无？我是一个，我逐项拢袂晓，我是不如人的，啊，我真戆，啊，无人会介意我，啊，我是一个真逐项代志拢真惊吓的。我想这两方面的人，伊未来绝对是完全是无共款的。所以你安怎看你家己的时嘛，会当互你来决定讲，你会当有一个丰盛的性命啊无？你内底的你，才是真正的你。迄个你所熟悉的你，就是咱遮所要讲的这种自我的形象。你的外表所看起来，这个你并毋是真正的你，因为咱常常拢会允白咱家己。咱无定咱心内非常艰苦的时，但是咱看到人的时，咱嘛是喙笑目笑。其实咱心内非常艰苦伫咧。到底你真正的你到底是安怎？这自我形象原来就是咱家己对自我的评价，咱家己对自我的认识。所以嘛有可能毋是真正的你，因为咱人拢有一寡这隐白伫咱心底非常深的这种深沉的物件，咱无办法伫遐来知影，但是伊却伫遐咧影响着你。现代人常常会去找这个心理医生、心理学家伫个所在，甲你催眠也好，还是互你伫遐一直讲，可能有啥物物件隐白是你，因为咱的心所想的无一定是安尼来行。咱要安怎来找到迄？但是迄个自我的形象，你心内所想的，却影响着你的一生。所以咱要安怎有这个上界好自我的这种形象伫咧呢？伫这个所在，我会提5个出来。这5个拢是非常正面的，而且讲你应该对家己有一个真正确的认知，然后你对家己非常肯定自我的价值，你对逐项代志拢看到真正面的看法，你常常感觉你真喜乐、真满足，你佫有具体的这人生目标。我相信这个话，大家写的时，大概咱的答案拢共款，就是讲我有家己安怎有家己会当自我形象较好时，大部分都是这5个。你对家己安那有正确的认知伫咧，然后你安那你有一个真肯定家己自我的价值。你对逐项代志看正面的，毋是看负面的。然后你也常常感觉真喜乐、真满足，毋是伫遐真定来一直抱怨，伫遐感觉真无满足共款。然后你佫有真具体的人生的目标，所以你知影你要努力的到底是啥物？这个理论看起来咱逐个人拢知影，但是为什么咱伫事实中？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却常常袂当安尼。原来对咱自我的形象有几项代志影响着咱。自我形象的这种形成，原来是一个过程，伊毋是一项事件，毋是今仔日讲我要有正面的看法，我就开始有正面的看法。无，伊是一个形成，一个过程。一个过程的意思代表讲，伊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伫遐形成了时，伊才会当伫遐来伫迄个所在。才有这个结果出来，啊，这个结果会改变的，嘛是可能佫会改变啊。所以伫这形成的过程，代表讲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所有真侪影响伫咧，有真侪变数伫咧。所以伫咧形成空间的时阵，咱自我的形象要形成，上个影响上大是啥物？原来就是咱的父母对咱影响上个大，伊也是咱的这个启蒙老师。以后开始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继续会当到。咱的有即个兄弟姊妹，还是咱的去学校读册老师，啊，咱的同学、咱的朋友、咱的同事，这拢总会去影响着咱。但是恁上个重要，还是你家己本身对你家己的自我了解是啥物？你毋知影讲，咱每一个人天生拢是
都是天生的赢家。意思是哪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照着上帝形象，伫遐所做即个杰作啊。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是无共款的，伊的目的也无共款，但是上帝拢看做好，才互伫个所在出世。有可能你讲啊，即个人生来是破寿的啊，敢有影是上帝杰作？有上帝的意思伫是咱毋知影啦，定。咱迄个人伊若行出来讲伊的正确的时阵，咱看见最近有真侪无骹无手的遮。做真好的见证伫咧，伊虽然生来就安尼，但是伊真正面的人生的即种思想伫咧时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激励家己去学真侪物件，然后开始会晓去互人做见证。哇，足多人受到鼓励，遐个好手好骹的人，竟然比伊搁较无好，所以伫遐听去伊演讲以后，因就开始爬起来。原来伊的目的就是安尼，要激励着别人。所以警察咱毋知影咱家己啥，但是毋通袂记咧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看到好的杰作，是独一无二的。若无看到好，伊就袂互你出世。因为是看到好，所以互你来出世。因为咱是照着上帝形象伫迄个所在所创造。但是为什么咱却无办法产生上帝毋望安尼？原来咱是受到啥？咱受到咱的环境的影响，互咱的即种自我形象呢，甲上帝起初创造咱的是无共款。那上帝起初创造咱的是啥？咱来看亚当就好。亚当上帝将这个爱甸乐园交代伊一人管，所有的动物带到伊的面前，请伊甲号名，伊号安怎就是安怎。表示讲，这个亚当是一个聪明、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，对咧。上帝起初创造就是安尼，但是无拍算，因为家己想要甲上帝共款遐尼啊。会当有智慧的当下的时阵，就伫遐骄傲了，就造成后壁即个犯罪代志，受到即个环境，受到真侪即个影响伫咧。咱人永远无办法来超出讲咱家己心中自我的即种形象伫咧。咱来认为讲咱是安怎的时阵，咱大概就是讲，咱若讲咱也无安怎，咱就是一个伫即个社会中间，我着干那安尼当安尼尔，你着永远袂当超过迄个部分伫咧。自我形象呢，是毋是健康呢？已经决定咱一个人是毋是会当活出迄个美好伫咧。但是安尼毋是讲迄个自我形象较低人，伊就代表袂成功。伊嘛会成功，但是迄个成功对伊来讲，真可能就是一种运气那定。等到无成功，才是伊的常态。啊，是成功的时候，伊家己嘛感觉奇怪。啊，我若是这大概毋是因为我吧，然后等到结果嘛是真做是一个无真成功的这种情形伫咧。咱有错误的这种自我形象的时候，常常会带来错误的行为的这个模式伫咧。比较咱有一个真错误的这个生活伫，互人失去应该得的，却无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因为上帝本来就俾。伫迄所在，毋望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。我相信理论咱拢知影，但是咱却常常无办法下伫上帝的心意里，因为咱受到真侪影响伫咧。所以伫罗马人书12章的第2节，甲咱讲安怎，咱毋通参像即个世界共款，咱的心思意念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好叫我们知道上帝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互咱会当知影讲，咱的心思意念，咱无更新、无变化的时，咱无办法去了解上帝迄个善良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伫咧。原来咱拢受到常常的这种影响伫咧，所以咱要知影讲，咱要安怎来养成迄个健康的自我这个形象伫咧。头一个，咱就要倒转来安怎接纳上帝所创造的你的我。上帝所创造的我呢，原来是上界美好的。上帝创造所有物件，最后拢讲安怎？伊看最好，敢若一项无好，就是讲，即个亚当家己一个人，拄家己一个人无好，所以佮创造一个配偶互伊。其他所有的每一个拢总是好的时阵，咱若倒转到上帝所创造迄个我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应该上美好的。所以头一项，咱来接纳上帝所创造的即个我。伫路加福音第10章的27节后壁段讲。你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这是新的诫命内底第2条。咱来听上帝了时，咱来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但是咱若无接纳咱家己，啊无听咱家己，咱要安怎听厝边？所以，因为咱无办法将咱家己无的物件会当来互别人，
所以你来听家己，听家己的意思是安尼，听家己就是讲，你会当对自我完全接纳。你若看轻你家己的时，你就袂听你家己。你感觉你是一个比人较歹，你感觉是一个无好的时，你免来当听你家己。所以你来当听你家己的时，表示讲你对家己完全的接纳。咱讲自尊，你有自尊的时啊，是你对家己自我价值的这种信心伫咧。我想最近咱即几工看新闻内底咧讲大陆来的迄个首善，叫做什么首善，来到要分偌济钱，人开始有人去讨论着这自尊心的问题。伊就去访问一寡这嘛是经济真无好，但是伊家己甘愿去卖这种口香糖就好，来像我问伊讲你敢会去接受？伊讲袂啊，我家己就会当伫遐来生活伫咧啊，我有我的尊严伫咧啊。尊严是啥物？是你对家己自我价值的这个信心伫咧。啊，若无人就讲啊，我就无帮，我都一定要靠别人帮衬。迄帮衬只不过是一时若定。所以真侪人嘛讲，伫这时咱袂使向这遐个人伫遐讲自尊的问题，因为你毋是伫迄种情形。但是我伫遮要甲人讲，自尊是啥物？所以是你对于家己自我价值的这信心伫。你看无你家己的时，你再无感觉我需要别人帮衬你。上帝互你的这个尊严、迄个价值的时，你家己已经毋知影，无迄个信心伫咧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要讲的是讲，这个家己听家己，伊毋是这个自私的表现。咱所反对是迄个自私，毋是迄个家己，毋是家己听家己。家己听家己是对完全的这种接纳伫咧。当你若家己完全接纳家己的时阵，你就无需要呐，无需要赢过别人，透过赢过别人，透过和别人比了后，然后是你才家己肯定了家己，因为你家己已经肯定佮接纳上帝所创造的你，所以你若会当自爱的人，颠倒是一个毋是自私的人伫咧。你若无自爱的时阵，你家己颠倒伫遐，毋茫赢过别人，毋茫甲别人饲养较低咧，显明你家己的好，安尼时阵，你再来看见别人也受到尊重，安尼人才正式是变做一个自私的人伫咧。所以头一你要肯定讲，你要接纳上帝所创造的你，你无必要去迄个所在甲别人伫遐来比。你若袂当家己听家己的时阵，你就真少会当去听别人。你若无办法尊重家己的时阵，你就真少会当去尊重着别人伫咧。在养成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阵，首先你来完全接纳上帝，照着伊的智慧所创造的你，因为咱会当安尼咱就肯定家己了后，咱就会当伫遐为着别人来牺牲，咱会当去听别人。这是头一个，你来接纳你家己，上帝所创造的你，毋是别人甲你形成的你，是创造上帝所创造原来的你。安尼时，这是你第一步，你才有办法伫迄所在养成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伫咧。第二，你来将家己定根伫上帝的话语。定根伫上帝话语意思伫咩？要互咱会当用上帝眼光来看咱家己。上帝的话语常常来提醒咱，伊毋望咱会当成功，伊嘛有能力互咱来成功，伊个期待咱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伫咧。这是上帝心意伫咧。上帝绝对毋是毋望讲你伫迄个所在无成功，你伫迄个所在来失败伫咧。但是有人会误会讲，上帝毋望咱会当失败，为着安尼再来挖苦伊。无，毋是上帝互咱失败，是咱家己互咱家己失败，互咱的环境互咱来失败，互即个魔鬼的即个游戏互咱来失败伫。上帝是毋望咱拢会当成功伫，因为几啊圣经节伫遮拢甲咱讲，伫马可福音第5章。马可福音第9章23节，伫遐讲上帝耶稣甲伊讲，怎样讲？你若话有信的人，逐项拢话。你若家己看无家己讲，我哪话啊？你若有信人，你就一定话。到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讲，伫想使我开来咧，我事事拢话。上帝所毋望的是安尼，你会毋是袂当的。以赛亚书54章第2节，伫迄时来讲着你的布边的地，你得来。如果愈起予愈大间愈好，佮着安那，甲你的手看互长，顶互调伫咧。这拢是上帝互咱的即个话语伫咧。上帝的话语中间拢常常真积极的思想，甲即个应允伫咧。咱原来本来就无配得，无值得去得到上帝即种稳定甲应允伫咧。但是上帝听世间人
所以就将伊白白要互咱。咱只有定根伫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才会当建立迄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咱才有即个丰盛的生命的。这是第二项。第一项，你得接纳上帝所创造原来的你，毋是受到即个社会影响你，毋是别人互你的期待，你伫遐来改变家己的迄个你，是上帝所创造你。第二，你变哪会当无离开，袂常常安尼去受到影响安那，定根伫上帝话语。因为只有上帝话语才是真理，伊互你知影安怎是上帝对你的期待是甚物。第三，你要安怎会当得到帮助？因为你要加入，你要建立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的这种群体的、这个群体的、团体的。当你建立到的这个上帝团体里面时，互相就得到帮助。有真侪这个证据伫迄个所在来讲，这个实验来讲，讲一个人伊若离开这个团体，真孤单，家己一个人伫遐活的时阵，伊真容易会撞到几项代志。头一项，伊会比别人较早死，迄机会有3倍；伊会比别人较容易受到这种情绪上的伤害呢，伊加出4倍；伊会真容易得到这种躁郁症，还是真失智的时候呢，加出来5倍；伊个真容易会去住院，啊，伫精神的这种病的时候呢，加出10倍出来。这是科学伫遐所做出来讲，一个人伊若无真安尼亲近的朋友，啊，无一个人通伫遐来讲话，伫迄所在常常来往的时阵，伊就陷落伫这个问题里，真容易伫遐来过身，真容易伫遐来破病。圣经互咱的教示嘛是伫这方面真积极的。伫希伯来书第10章的40讲，佮着大家来三管顾来结起人来，甲行好三管顾。佮到伫即个哥罗西书3章的16节，伫遮嘛讲，着爱三教师三苦劝，三教师三苦劝。佮到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11节，佮讲，着三安慰，三建立德行。假拢总这个人讲安怎？咱必须要有建立一个伫信仰中间，咱彼此的三牵手、三帮衬伫咧。咱来若伫一个正确即信仰团体中间，咱大家就会当互相来起造，互相彼此来影响，彼此来鼓励。圣经中间嘛有用人的身躯来做譬如，讲咱人的身躯就敢若霸体共款。咱人就敢若身躯中间即个霸体共款，有可能你是手。有可能你是目睭，有可能你是鼻仔，有可能是喙。这个人家己本身袂当伫遐来成做一个身躯，只有结连做伙的时阵，逐人拢发挥伊的功能的时阵，就这个身躯就成做一个健康的身躯。所以人只有伫安那，伫这个团体中间，你才会当有自我伫遐来发挥。若无你家己一个目睭伫外口，甚至即发挥功能根本都无落去。你看目睭看物件要互什么样用？无啊，就是要互身躯用啊。所以每一个人伫即个团体中间时，伊来发挥伊的功能的时阵，伊就得到肯定，就真正有意义。即个目睭开始有意义啊，即个手开始有意义的。所以要知影讲，咱伫即个爱加入伫健康的信仰团体中间，伫咱教会中间，我毋知你有参加伫咱的小组啊无？你有学习甲人伫遐来结连做，你有互相支持啊无？你有互相伫遐来得到即个福气啊无？咱来教会中间，你是不是敢若来参加教会，然后咱就离开？咱无甲人中间无即种彼此的即种三交陪、三鼓励，还是三提携的啊无？而且咱讲，一人要有即个丰盛的生命的时阵，伊必须要安怎？伊必须要有一个真健康的自我形象伫咧。免安怎来养成即个咱即个自我形象，常常受到咱的环境伫遐的影响，惊变做无好去。免怎互伊建立一个健康的这种自我形象的，头一个就讲，咱来接纳上帝所创造原来我，然后咱若不爱行毋对啥呐，咱来定根伫这个上帝言语、上帝话语中间，就是迄个真理。佮彼此都要互相帮衬，咱来建立到一个健康的信仰这种团体中间。安尼的时阵，就会当互咱的这种自我的形象，会当渐渐伫迄个所在来形成起来。所以咱结论来看的时阵，咱来相信上帝，互咱的这种自我是上界完美的自我。
迄是因为是照着上帝形象伫迄个所在来做，毋是照着别项物，是照着迄个完美的上帝、善良的上帝所创造，迄个当年所起初的即个我，就是上界好的我。但是咱常常受到这影响，要安怎？无要紧，圣经甲咱讲安怎？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讲，无你讲白差3遍，因为恁已经褪去旧的人甲伊的行罪，要穿新的人，就是日日换新到得到财物，照创造伊的像。咱有可能原来创造的，咱已经无去啊，咱受到影响，受到环境，受到真侪这影响，咱已经不再是上帝起初所创造咱，要安怎？无要紧。上帝甲咱讲啊呐，你若倚靠伊，你就得到救，你这旧的就要伫遐无去啊！你要开始成一个新的人啊！成做新的人是甚物新的人？就是倒转原来上帝所创造。意大利的即个雕刻家非常有名的米开朗基罗，有一个非常杰作，伊包括伊为即个伫啥拜堂内底即个墙壁的即个图非常有名的，啊，包括呐有雕刻一个大卫的像。迄大卫像真侪人拢有迄个印象。迄大卫像用一块大理石所雕刻出来，雕刻出来是，逐人就非常欣赏，感觉讲这就是甲即个大笔伊的迄个自信，甲伊的迄种所有的这敢若伊的一寡特色，拢已经表现出来，人就甲学了讲，哇，你实在太厉害，会当雕刻这大笔安尼遐尔啊好。伊讲啊，这无啥物啦，因为呐，大笔本来就伫即块大理石内底。我只不过将安那无属伫伊的甲摕掉，剩的就是大笔。你敢知？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上帝起初所创造的咱伫咧，但是咱已经受到真侪外来的物件影响着咱啦。咱已经附着足侪这无属伫咱的物件。你愿意互圣神来帮助你，将无就你的身躯中啊无属到你的物件，一个一个甲摕掉啊无，互你恢复你原来的你啊无。就参像即个米开朗基罗，伊讲我只不过将即块大理石中间无属伫大笔的，甲摕掉那点，剩来就是迄个大笔，所以毋是我搞。每一个人所，咱每一个都是上帝所创造，有上帝要互咱过着丰盛生命的原来意思伫咱内底。上帝所创造起初的你我，拢是美好的，但是咱受到遮尔侪影响了的时阵。咱已经离开上帝生命远远啊！上帝要搁一摆甲你讲，我毋望你有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伫咧。但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免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你需要安怎？爱来接纳上帝原来创造的你，为着不离开你来定根伫上帝的种维护中间。你可以让借着别人，借着教会，借着这种团体、信仰团体来帮助你。爱参与伫内底，毋是干那来礼拜了就离开啦。你也甲人中间会当结连做诶。我想用鼓励咱诶实例个，主耶稣伫中，所以顶面甲下底是上帝甲人，透过主耶稣，人甲上帝就会当结合好。主耶稣伫中，左右两边是啊人甲人，你若透过主耶稣，你就甲人会当伫遐来结连做。你若无干那孤单一边诶时阵啊，连主耶稣都无伫你诶身躯边。你已经是成做一个新的人，你愿意将你家己交出来无？互圣神来帮助你，将你无属于你的部分，一个一个甲摕掉去。原来你就要参像迄个米开朗基罗所雕刻迄个大笔的像同款，伊就显露出来，显露一个主所看最美好的即个你，会当显现出来。所以咱需要常常靠着信仰的团体，伫遐来坚固咱，来帮助咱。来彼此来鼓励，咱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时，咱需要来养成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就是咱来伫遐接纳上帝所创造的我，搁伫遐爱定根伫上帝维护，搁伫遐咱来融入进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团体中间。所以毋忘伫2011年的时阵，咱拢有一个养成一个真健康的自我形象。咱就有这上帝所享受的这种丰盛的生命。问题思考中间有这三项，要来咱来思考。思考讲，你认为你家己有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无？为什么？你健康的自我形象有甲这三条结连做伙。
是你家己伫遐咧想的，是我已经受到这个社会所改变起来，还是你是安那？是已经倒转到伫上帝所创造原来你？你有真做迄个新的人无？还是你依然是迄个旧的人伫咧？上帝维护会帮助你，所以第二条要讲安那，会当分享你重新得到气力，肯定家己的圣经经在无？你若有，你咧厝里人三个来分享，这个圣经在对我帮助足大，毋茫嘛会当真做你的帮助。要有健康的这种自我形象时，你毋知有需要对这种的调整啊无？毋茫伫旧年特别过时，甚至新的一年时，上帝甲咱讲，我毋茫你有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？就是你会当应神益人，你会当应跟上帝，你当对别人有帮助，毋是干那你家己过着一个精彩的生活尔，无你爱真做别人的帮助。上帝毋茫你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伫咧，你要安怎过？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你要安怎培养健康的自我形象？你爱无离开上帝，你爱接纳原来的你，无离开上帝，常常定稳伫上帝的话语，搁伫遐。借着参与伫教会这种信仰团体中间，彼此鼓励、彼此帮助，就要互相伫遐来应跟上帝。望上帝祝福咱伫2021年时，拢会当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让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当巴贝上帝，阮伫旧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阵，阮三个过来学习主理，甲阮讲，你毋茫阮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你佫甲阮讲，阮的心安怎想的时，阮做人就安那，所以阮倒转到伫阮的心的部分，阮到伫主的面前，阮将阮来交出来，阮要佫来接纳主你当初所创造阮的迄个我，然后阮佫继续定稳伫上帝话语，无要来离开，阮佫常常伫教会中间即信仰团体，阮来融入伫内底，阮毋是干那一个参与者尔，阮是其中的一份子伫咧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你帮助阮，阮伫2021年的时阵，讲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对主你来的，阮就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是阮要同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。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来岛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。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